何俊賢議員。多謝主席，我係支持劉業強議員提出嘅呢一個議案，即係香港海島同埋海岸線資源推動海上旅遊發展嘅。咁我嚟自漁農界啦，識到好多朋友咧，都除咗去從事捕撈漁業或養殖漁業之外咧，亦都轉型去一啲海上工作，其中亦都肯定係休閒漁業啦、載客出海等等嘅。所以今日嘅議案咧，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有意義，都感謝劉業強議員嘅。咁啱啱你聽到劉議員一開頭嘅發言係點樣去活化啲海島，啱啱嘅顏文宇議員咧，亦都特別提到關於一啲想開發一啲水上的士嘅。咁其實咧，我認為特區政府咧，你可以留意一下，我哋而家現有嘅資源係點樣用嘅。劉議員講我出入境嗰個問題，第一個就係話，喂，你遊艇自由行喎，你嚟會唔會易啲啊？即係有時咧，我哋經常性處理唔到遊艇自由行問題咧，就係嗰啲出入境嘅手續。哇，你咪一地兩檢啊，兩地一檢啊，兩地兩檢啊，究竟佢走私嘅話點算啊？我認為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咧係過於謹慎。謹慎啱嘅，但係你睇下我哋其實香港係一個海港城市嚟㗎嘛。啲外面嘅船工、船員嚟到香港，佢點樣去做報關手續啊？我哋香港嘅漁民啊，日日出海打魚，出去內地打魚嘅，都要翻嚟嘅喎。亦都要去內地落漁貨嘅，咁佢點樣做？嗱，我覺得咧就成個體系裏面去諗一諗嘅。我哋內地咧喺08年已經去成立咗一個海洋經濟小組㗎啦。出去嗰陣時點樣去做啊？佢哋用 AI 創新技術去改變佢自己本身嘅出境嘅數，簡化所有程序。例如而家我哋香港入到嚟有我哋啲漁民咧，就要將啲漁工嘅漁工證收集晒佢，咁啲漁工證梗係合法啦，去內地部門申請啦，一年一續嘅，然後就拎去灣仔嗰個入境處大樓，唔係佢自己去，我揾人幫佢去報口即係叫佢報入境。咁其實如果你遊艇自由行係咪可以用呢啲模式咧？我哋翻到內地咧就去定點拍回鄉卡嘅，或者用 AI 咧直接有開個部門，人哋就坐喺個辦公室就影你啊，呢個係何俊賢議員嚟嘅喎 ，OK， 跟住就叫做以信譽嘅模式咧，某個程度上開放部分少少。但係如果佢一犯事嘅話咧，你唔好諗啦，你下一年全年唔使開工啊！即係呢一部分咧係用懲處同埋一個信譽嘅制度嘅建立咧，令到兩地更加通暢。咁但係如果你政府係可以穩定啲去做嘅話，我哋其實機管局有個海天碼頭啊，佢哋都好似搞緊遊艇會緊嘅項目，係咪可以做啲先設嘅試點服務？而且同海關去傾，你都唔使驚嘅。中間除咗你一個叫視像去認證嗰個人嘅出境之外咧，你中間仲可以攔截佢同埋進行抽檢噶嘛。咁呢一啲咧，我認為咧，我哋要突破我哋嘅思維。我哋嘅香港嘅旅遊資源其實不缺，我哋真係不缺嘅。嘅問題就係我哋喺自己設立嘅關卡阻住我哋經濟發展。呢一部分我認為特區政府要去突破。講翻頭先顏文議員講過嗰個水上的士啊，其實香港有水上的士㗎啦，但係啲人打俾你電話咧，打俾何俊賢議員，喂，你可唔可以揾隻艇送我去邊度㗎嘛？你可唔可以幫手送去東龍島？有㗎，香港第4類船隻出租遊樂船系列有997隻。咁就係我哋點樣去處理呢一部分嘅平台化咧？其實我都可以做得到嘅。第三就係上一次咧，我哋喺旅遊藍圖2.0上嚟立法會講嘅時候咧，其實我都特別去提過一樣嘢。我哋又係管理模式嘅問題。啱啱劉業強議員講到，我哋有23個做咗一個碼頭嘅優化，但係佢管理模式冇優化到，全部都係公眾碼頭，你中意就埋嚟㗎啦。任何人係可以喺嗰度拉客㗎，咁所以出面咪姚柏良日日喺度講話啲人掹雞毛咯，唔合法㗎喎，唔使登記㗎，咁樣1蚊完之後上船230就上去。咁所以呢一部分咧，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一定點樣去搞遊艇會啦，或者係將遊艇唔係叫遊艇嗰個公眾碼頭如何去出租個管理，但係同時開放俾公眾，令到有人可以管到個碼頭，唔係人都係靠惡去收錢啊，收人錢，收啲弱勢市民錢啊！我啲船家埋去仲要打電話俾個黑社會登記嘅，大佬，你留意下呢一部分。所以最後咧，關於嗰個遊艇會嘅模式咧，我諗現代社會再用舊式嘅遊艇會咧，唔係話唔好，佢有一個基礎喺度嘅。但係佢會俾人一個就係咪淨係你出租咗之後，特區政府個庫房點樣去收錢啦？可唔可以協助到我哋海上嘅漁民可以轉型啦？第三，如何開放俾公眾？咁所以呢一部分嘅話咧，我哋唔應該用舊式嘅出租啊，咁啊淺水灣遊艇會你咁樣去照舊咗啦，銅鑼灣遊艇會繼續做啦。我哋要有個新嘅模式，符合到各方嘅機制。我哋希望咧，借助你哋可能有填海工程、海事工程、新發展嘅地區咧，可以撥啲地做一啲嘅試點，
甚至係特區政府可以喺出入境嗰方面，即係遊艇責任嗰度咧，可以加一啲新嘅試點元素落去，我哋先可以突破到。最後就係講管理嘅模式咧，希望可以有一個特別嘅小組做呢方面嘅工作。對，主席。